弟姊妹大家平安。咱这是做伙来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是看顾阮的主。伫这礼拜中间，阮经历到真大的地动。虽然心内底真着惊、无平安，但是阮相信你保守看顾，互阮袂拄着恶担当的灾害。是阮里面的主啊！阮恳求你，互阮常常学习感恩、笑念你的疼甲恩典。今日是台港节第3礼拜，阮抱着一个喜乐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同心敬拜你。愿你施阮的手领导阮，阮搁一遍来思考主耶稣领导阮中间的意义。期待你圣神搁一摆充满阮，互阮有真正的平安喜乐伫阮的心内。奉靠主耶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真欢喜会伫遮甲大家做伙分享。透过咱所读经文中间有一个女主角叫玛利亚。咱来想看玛利亚是几岁年纪啊？可能10几岁，也是甚至比咱的国中学生搁大一撮啊。但是呢，伊领受上帝吩咐一个任务，就是在世女玛利亚爱怀孕生囝这个代志。咱知影犹太人的社会，甲咱即马台湾无共款。在世女还无婚约，还未结婚之前就怀孕生囝，这对律法来讲，爱摕石头钉互死，这是判死刑的代志。对着少年的在世女玛利亚来讲，伊这是真大挑战。还未订婚之前，那亲像订婚了差不多1年的时间呐。犹太人嘛，甲台湾人差不多，订婚了1年的时间伫遐听候，然后结婚。但是伫这中间有啥物款的问题时，就当解除婚约。但是玛利亚只是拄着这么大的代志，透过天使来甲玛利亚讲，要怀孕生囝，这是一个命令啊，毋是会当选择、会当多想的代志。这么少年的玛利亚，伊要接受，还是选择无爱接受？可能对咱的人来看讲，这就是无一定爱接受啊。这么大的任务会当闪避。但是对咱基督徒来讲，这就是罪啊！什么是罪？罪就是咱参像原文意思是讲写字，无写伫这目标的中间，无照上帝心意去行，就是犯罪呢。所以玛利亚伊一个真大的挑战，要接受这个任务，无接受就是犯罪啊！若是这个代志临到咱每一个人，咱是要怎样做选择？选择要互家家族见效，还是互人用石头来钉死？这是真大的困难。但是咱的生命中间可能嘛有真侪困难，真侪挑战。在座咱每一个人，咱真做基督徒了后，毋知你生命中间有啥物挑战无？你讲牧师啊，我无啥物挑战嘞，逐工过日子拢共款。你是这款的基督徒吗？还是讲你从来毋捌听过上帝你出声？这是大问题哦。为什么上帝无你出声，还是上帝你出声，你无听到？玛利亚是领受上帝的来声。伊听了真清楚，所以伊心内这阵着惊。咱真做一个基督徒，可能咱生命每一天拢共款吗？可能咱有一寡问题啊，就是咱无领受上帝来话。其实基督徒，你听到上帝声，照着上帝去行，还是讲你听到上帝指示旨意，你生命应该无共款啊。你可能有真侪困难，还是讲选择到底要怎样来做？甚至你照着上帝心意做事，你会真平安快乐。但是咱真做基督徒，从来毋捌听到上帝声，咱才像玛利亚共款，可能咱的生命有一寡问题。可能咱听到上帝声，无一定参像玛利亚共款，真清楚听到，你就是在世女怀孕生囝，这是上帝旨意。
但是咱一生无可能上帝无往咱出声。但是上帝往咱出声是，咱要怎样来行呢？头一项真重要，就是信靠上帝应允，才有喜乐甲平安啊！玛利亚是真正相信上帝的话，这代志会发生伫我的生命中间啊！伊毋是讲啊，上帝你讲的啊，这代志就过去啊，就无代志啊。我嘛会当无爱答应啊！这遮尔困难的代志，我这是少年，这无答应嘛，上帝你要赦免，你要原谅啊！但是可能毋是安尼，咱遮做基督徒爱有信心嘛？什么是信心？信心毋是我靠家己啊！啊，我只有信心，我只有信心啊！主啊，我有信心，毋是诶。信心是你要听到上帝话，领受上帝话，相信上帝话，抓到上帝应允，你的生命才有真正喜乐甲平安。尤其是你拄到困难的时，拄到灾难、拄到灾害的时，你若无听到上帝声，你无信靠上帝话，你无真正平安甲欢喜。对伫玛利亚来讲，拄开始伊惊吓，这个代志哪会发生呢？但是无偌久的时间，伊相信上帝话，领受上帝应允，伊自然心内底、灵的内底产生一个平安喜乐。我毋知影你过去有拄着什么款的代志，但是我相信，咱的一生可能拢有破病的经验、大病的经验，有无？哦，你讲牧师啊，我真健康，拢无问题呢。有一个牧师吼，伊讲一工伊当走10000步的。比我较年长的牧师啊，伊讲吼，我一工走10000步，有厉害无？早起有走10000步的野手，礼拜可能无可能啊，平常时啦，嘛无嘛对无？啊，遮尔健康的人安怎？嘛是共款的破病。伫旧年啊，伫高雄这丰盛教会主任牧师谢来兴牧师啊，我看到伊的见证，这牧师我嘛熟悉，伊在我伫高雄无回过。伊身体真健康啊！旧年检查讲腹肚怪怪，胀啊！检查哇，大肠癌第3期。你若拄着这个代志，你会惊吓袂？可能咱会惊啊！但是真奇妙诶，牧师娘吼，还袂听到这个消息时，上帝向伊出声。伊讲上帝甲伊太太讲，牧师娘讲，上帝要大使用你的翁婿。伊讲这是什么意思？煞尾无偌久了，牧师吼去检查身体，听到讲大肠癌第3期吼，哇！伫遐流目屎。上帝啊，我是你的路步呢。我服侍还未结束，有真侪代志爱做。我有做什么代志吗？做毋到代志吗？嘛无啊。拄到这款的困难的时，伊伫遐提高。甲上帝祈祷，伊太太知影无问题，这是上帝要大来使用我的翁婿，但是怎样来使用？本来是大肠癌爱开刀，肠爱加一部分嘛吼。但是呢，第一摆带伊要治疗，要开刀进前，过工就要开刀啊！啊，牧师搬一个物件吼，冰箱卡掉，要搬一个物件，哇！两句所在第3节歪做90度。伊讲上帝啊，明仔载要开刀，今仔日搬一个物件，歪第3节所在歪90度呢。伊惊到要死，伊咧呼伫祈祷讲上帝啊，透这个代志临到我。按时啊，咧困的时，上帝向个牧师娘讲话啊。有一个医梦，做一个医梦，这医梦吼，会看到3只这个蜂啊，那层蜂的样的题材吼，一个人吼，到伫伊先师丈夫这贾牧师的皮肤顶头，手伸入去，皮肤拆开，3只这那层有蜂的这个题材飞入去，然后佫飞出来，皮肤佫揪转去。这什么意思？你就知影啊！上帝要医治我的翁婿，上帝出手啊呢！过工早起要去看医生的时，医生检查 X 光检查，两句所在拢白拢好啊！哈利路亚！
这就是听到上帝声，你才有真正平安甲喜乐。我即摆要出去港路边的时候，我袂记啊，土豆车伤济，你知影？痛风哦，就发作。我伫食土豆，食愈食愈煞嘴，哎，骹就开始怪怪。我讲上帝啊，拜托我最近才无用吼，会使莫才疼袂？因为我知影痛风了，就愈来愈疼，就静起来，对无？有经验嘛吼？要食秋水仙素无？要食药啊无？上帝甲我讲，你即摆袂发作。我讲哇，我祈祷的是上帝甲我讲，即摆袂发作，我有足欢喜的。照常食，我无食药啊，照常食，照常过日子。普通时我会足紧张的，你知影？你听好吼，那个摆骹拢袂当行吼，足无方便。我就听到上帝讲，即摆吼，你毋免烦恼。我就真正平安喜乐，伫我生命中间产生一个喜乐甲平安的。真正啦，拢无代志啊，后来就活跳跳啊，拢无代志。有当时咱无信心、烦恼重大，是咱无听到上帝声。你有听到上帝声吗？这食无输牛吼，伊就听到上帝声，第一届开刀，了无完全好哦，开始吐。当常粘连，大部分粘连了就开始吐，袂当食物件，爱插管。哇，愈来愈严重咧！医生感觉我遮尔有经验，即种开刀了7天8天就出院啊，哪会愈来愈严重？伊就想讲，上帝要带来使用因来传福音啊！伊就伫病院中间吼，甲这医生、主治医生、护士传福音。就因为安尼，带院中间，就甲这医生传福音、护士传福音。主治医生就放假嘛来看伊，普通时都真专心甲照顾，后来嘛信耶稣。上帝要带使用你，真可能咱经历一个痛苦麻烦。但是你若听到上帝声，你都毋通惊。无事，这只无事领受上帝话。以赛亚书41篇第10所在，伊讲：你毋通惊，因为我要用你。你毋通惊遐，我是你的上帝，我要坚固你，我要帮助你，我要用我的公义的正手扶持你。毋通惊遐，我要甲你同在。哇！这只无事领受上帝话了，就心内平静安稳喜乐。你知影大肠癌吼真痛苦对无？即马袂食，袂当食，个身体佫无爽快。差讲啊，你哪有喜乐的心呢？但是咱领受上帝话了后，咱的生命就无共款。咱伫痛苦中间领受上帝话，相信上帝话，才是真正的信心。信心毋是建立伫咱的感受，信心毋是建立伫咱的环境，信心是建立伫抓着上帝话。咱的生命有即款的信心吗？第3摆开刀进前啊，这只无事，伊讲你第3摆开刀，迄医生讲我即个无保证啊，我就惊，连医生就惊啊，我即个无保证，按啥？过工要开刀的是第3届要开刀的是无顺流做一个医梦啊！这梦的中间有一尾蛇来到伊面前，哇！然后呢，上帝摕一个宝剑来斩断这个蛇的头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哇！这无顺流就领受讲这上帝要斩断这魔鬼撒旦来攻击。真正过工的时，连迄医生都无信心呢，带伊带遮久啊！40天、50天、60天，这医生讲他有这种代志的。医生要开第3届刀的时，讲我无把握。无师娘甲伊讲，毋通惊，因为主甲你同在，主要使用你。我相信咱拄着困难的时，咱来抓着上帝应允，对上帝话语要有信心嘛。我毋是讲咱病痛拢完全得到医好，但是上帝出声，你爱有即款的信心去领受。当上帝出声，咱就像玛利亚共款，主，你讲的是，我愿意领受，我愿意顺服。
当伊鼓励，反正这牧师娘来鼓励医生啊，讲上帝甲你同在，你毋通惊，开刀了真顺遂，嘛免化疗啊。哇，逐个正人拢惊一条啊，他有即种诶代志。住伫病院76天，插讲真久啊。普通时咱医学拢知影，插讲真久就袂当讲话对无？我毋捌查过，我毋知啊。一般人医生讲你半年可能袂当讲话，但做无事人袂当讲话真痛苦，你知影？你知我是无事，我才知，你知吗？真正你插讲啊，挽掉了后，真痛苦，伫遐听候诶时，无事你伫遐唱歌阿罗上帝。又对无事娘唱，这食无事就对无事娘唱，唱，你晓唱歌拢无问题，就出院啊。所以今年11月到台东的基督山的时，第一场的培灵就是这食无事，身体完全来恢复。所以有当时咱真做一基督徒，你有听到上帝出声无？还是你每一天拢过同款的生活？来做礼拜、做生理、上班下班，回去厝拢无代志，上帝拢袂出声嘛。有一项真重要，当咱领受上帝话，咱毋通惊吓。可能状况无马上改变，可能你状况拖一年、拖10冬嘛有可能，但是你要抓牢上帝话甲应允。所以，但是第二项更较重要是，咱以上帝旨意诚做喜乐。咱的一生啊，抓做上帝旨意诚做喜乐。玛利亚，伊抓上帝旨意上快乐。伊讲什么？玛利亚讲：我的心尊主最大，我的灵以我的上帝，我的救主最快乐。伊顾念伊的婢女的婢女。玛利亚，伊讲我的心尊主最大，一只少年玛利亚，伊就知影尊主最大，上帝旨意放伫头前啊，诚做伊的喜乐。咱在座咱偌济人以上帝最中心，上帝旨意最中心，也是用咱的财富最中心，咱的上班的工课最中心，你的老板最中心，也是上帝最主，也是太太最主，太太上大。毋是呢，咱以上帝旨意诚做中心的人会无共款。你的行动、你的作为、你的思考，伫上帝旨意最中心，你的性命会无共款。最近咱拄仔读了尼希米记，尼希米伊听到这城市耶路撒冷的城市倒啊，烧掉毁坏了，伊心内底就艰苦忧愁啊。伊甲上帝有共款的痛苦。烦恼重大，耶路撒冷，我的百姓啊，无人照顾，城市毁坏，无人敬拜上帝，上帝心真痛痛。尼希米嘛有即款的痛，甲忧愁，伊伫王面前做这纠正，管理这伫王的面前啊，其实伊会当做一个官员，什么代志？拢毋免插，耶路撒冷关于什么代志？但是呢，伊甲上帝有共款的感受，伊用上帝旨意诚做中心，所以伊甲王讲，王看到伊面忧忧啊、忧愁啊、烦恼，伊讲你什么代志？伊讲听别人讲，我的故乡耶路撒冷城爬远啊，我心内底忧愁，所以伊就请假转去耶路撒冷，搁一摆。要将这城市起造，咱的性命爱提升，毋是以家己做主做中心。诚做一个基督徒，咱爱学习以主耶稣的心做心，相对做咱性命的中心点。当你安尼做，你才有真正喜乐。当玛利亚安尼做。伊心内底，在细女怀孕生囝时，你想讲伊生囝怀孕的时，伊的心态是怎样咧？咱在座每一个做妈妈的拢知影，怀孕有一个期待，健康的囝查某囝出世，有一个期待，有一个欢喜，对无？但是玛利亚
有一个真挑战的所在，伊是在世律。对犹太人的律法来讲，这是无合意的，是犯罪。但是呢，伊心内底有真正喜乐，因为这是上帝应允。伊上帝旨意伫伊生命中间，互伊有真正喜乐甲平安。咱的生命中间若无上帝做中心，咱时常着看环境，看咱拄着的困难，看这咱所拄着的代志，无得解决，直直看问题，无自信看上帝。直到咱的心内啊无喜乐，玛利亚共款有困难啊，但是有一个期待，伊相信这是上帝应允。主啊，我愿意；主啊，我愿意。那有甚物代志？当然，咱愿意的是咱听到上帝声。但是，拄仔我有讲，真侪基督徒无都听到上帝声，直到无都活出一个喜乐平安的人生啊！那甚物是阻挡咱相信上帝话，互咱无都享受这款的平安欢喜呢？头一项就是自我最中心啊！过来无相信上帝让咱出声。真侪人讲吼，我一世人毋捌听过上帝话啊，无啥物感动啊。逐工嘛，我有咧看圣经哦，我有看哦，我真认真看哦，但是拢看白纸黑字无感动，太安尼。因为自我最中心啊！你无互信心来充满你，你无互信心来将你心思意念拍开，你心门无拍开，互信心来掌管。而且你阁无相信上帝让你出声，你就永远听袂到上帝声，永远做你家己的代志。第二项，环境，别人的想法，别人的看法，世界价值观，理性的想法，啊，这代志无可能发生啦。连玛利亚嘛，就安尼永远安尼想，可能上帝旨意就无伫伊生命中间。有人时常看环境，用理性去看上帝作为啊，用家己的判断去看上帝作为，也是讲四周围人安怎做，啊，别人拢安尼做，啊，别人拢不爱敬拜上帝，别人拢做啥物其他的代志，安尼就趁大钱。但是上帝话怎样讲？咱只有看环境，可能你马上就失去了真正平安，你就无法度听到上帝声。你讲主啊，你莫插这个代志，自我最中心咯。哦，你莫插这个代志，超过我会当控制。你莫插我的代志，这种人听袂到上帝声。第三项，歹的属灵的经验，有当时有人替你祈祷。甚至发预言，哦，这预言都无发生啊！啊，这代志无可能啊！啊，上帝你毋是讲吗？那亲像你即阵食无输牛，食无输食无输牛的夫妇安尼，伊祈祷，哦，上帝应你出声。啊，你开刀一遍无好，第二遍无好，啊，上帝你后白讲，啊，我了受挫哦。有当时属灵的经历，歹的属灵的经验判断，互咱至到无法度相信上帝话。甚至你关起来啊，这代志无可能，上帝无咱无出声啦，毋是安尼哦。有当时咱想咱过去有即款经验无？骑喺脚踏车，你骑脚踏车是几遍才会晓？有一遍人无跋倒人举手，拢无哦，对无？但有当时属灵的经验中间有歹的经验，但是毋是永远。无可能无听到上帝话。有当时咱跋倒，甚至跋3遍4遍。属灵的经验中间可能有无啥好的经验，但是不代表上帝无让咱出声。甚至咱听错哦，甚至咱失败，但是毋通惊吓，你爱试看觅。那亲像踏这脚踏车共款，有一天你会听到上帝声，而且你欢喜照着上帝话去行。成就上帝旨意。第四项，魔鬼撒旦的欺骗。当这尼希米因为重新起造这耶路撒冷城，魔鬼撒旦就派这参巴拉加这多比亚
去甲因讲，恁遮犹太人莫黑白想啦，这城市无可能阁起起来，这城市无可能阁起起来，甚至社会国王啊。魔鬼撒旦时常阻止咱听到上帝声，甚至听了后，阁无愿意相信。有当时咱属灵的性命，啊，对这四方面来反省，为什么有咱听袂到上帝声？过来咧，听到上帝声，要怎样判断？这是对撒旦来的、人来的、黑白想的，我家己想的，还是上帝来的？有什么款的方法会当去查验？这敢是上帝来话较感动咧？头一项，感受感谢圣灵，感受感谢圣灵。你来想看卖，玛利亚有感动无？有领受上帝话无？有无？伊当伊相信的是，上帝派天使去甲约瑟讲，你爱带玛利亚过门，对无？啊，约瑟嘛有同款的感动。过来咧，玛利亚的亲戚伊丽莎白，当这玛利亚去探访伊丽莎白时，伊巴肚囡仔伫遐跳动，伊讲：哇，你是上帝祝福的啊！同款的感动咧。有当时咱要行上帝话，讲这是毋是上帝话？你上你的同伴中间有甲你同款的感动，尤其夫妇中间时常有同款对上帝领受的感动。咱亲像食无，我讲拄仔咧，这食内馅无输因夫妇同款，同款上帝来感动啊！第二项，用圣经来过滤这杂质的物件。哦，这是毋是对上帝来声？这是上帝来感动？上介重要，你看圣经啊！圣经怎样写？而且是规本的圣经去看。比如讲安息日爱守安息日，这是犹太人对无？但是犹太人律法书就讲啊，安息日连判病都袂当治疗，毋是安尼的。咱再看规本上帝怎样来讲信仰的代志，而且你爱去祈祷。圣经是上介重要。你逐工听圣经有无？有无？有人点头，有人讲有敢若无？逐工看圣经、读圣经真重要，是真做一个判断，这是毋是上帝来的基础。而且当你读中间，上帝感动你啊，这重要，这正确，这应该安尼写。我毋知你有考试的经验无？有当时袂记安怎写时，突然来一个感动，哦，对，就是安尼写，哦，对，写，就是对啊。上帝来感动，透过圣经启示咱。你若无去读上帝话，怎样领受上帝话的感动？第三项，有同款的见证。咱在生命中间突然讲，基督徒，伊病得到医好，上帝透过所有方法，互伊得到医好，我嘛得到医好，伊嘛得到医好，同款的见证。玛利亚，拄开始无相信对无？天使啊，你讲这个代志太困难理解，在世女怎样来怀孕生囝？啊，天使怎样甲讲？啊，你敢毋是为了亲戚叫伊丽莎白？伊毋是年老生囝吗？这敢毋是上帝作为吗？哦，对咧。但实际上，咱的环境看起来无可能，咱拄到的问题无可能解决。但是，为什么有人的问题得到解决？有人的痛苦，上帝甲伊透放。同款的见证，同款对上帝来安慰帮咱，咱会当对这得到上帝来去查验这中间去看。第四项，藏伫心内底听候。当玛利亚听到，哇，这天使跟伊讲，伊在心内底不断在思考，在想这个代志。伊相信上帝话，讲这个代志怎样发生伫我的生命中间？当伊拄着伊丽莎白，伊巴肚中间的囡仔胎动在顶动的时，讲对啊。伊丽莎白讲：“你是蒙上帝祝福的人啊！
上帝要透过你，生一个万王的王、万主的主，主耶稣基督。玛利亚就讲，伊听候足久，伊嘛伫遐思考，伫遐祈祷。有当时你发现讲，这个代志毋知是对上帝来无，你就放在心内底，不断来思考、来祈祷。有当时发生的时，讲哦，对，就是这个代志。你真着惊讲，真正就是上帝透过这个时间点，互你知影，这个时间就是上帝要成就的时间。可能过去你无即款的经验，你若照上帝去行，你试行看觅。将上帝按你讲的话放在心内，不断来祈祷、来思考。有一天发生的事，你就知道哦，这是上帝来。第五项，上帝话、上帝应允带来平静安稳。当玛利亚讲这个代志时，伊心内底非常的不安啊。阮来思考这个问题时，这问安的问题时，伊讲天使甲伊讲，毋通惊。因为上帝要施恩给你，当上帝出声的时，你领受的时，真奇怪，你就带来平静安稳。你看保罗受掠的时，关伫家内底时，伊是平静安稳啊。伊传福音是上帝叫伊传的啊，受掠、受逼迫，拢袂惊，因为这应允，这话是对上帝来。第六项，你做这个代志有谦卑来高举主耶稣基督无？玛利亚领受，伊嘛照着上帝神去行，是谦卑高举耶稣基督啊！我心尊主最大，毋是做我家己最大。食来迄无输因夫妇，嘛是传福音，见证上帝名，毋是我家己的名。你做这款代志是对上帝来话吗？你看。这话是高举耶稣基督，也是地教互你骄傲、袂谦卑，安尼可能毋是上帝话。第七项，有属灵顶头的满足。当你照上帝话去行时，你心内底有一款属灵的满足。那亲像你带别人信耶稣了，这样信耶稣了以后，你讲哇，足欢喜快乐，有属灵顶头的满足。看到上帝心意正时，你有属灵的满足，因为这是对上帝话来的，有上帝应允，有上帝恩典。当然，今日是大抗节第三主日，上界大生涯技术就是有一个婴仔为着阮出世，主耶稣基督，天顶的阿爸爸上帝。差派伊独生圣囝主耶稣来到这世间，你有相信主耶稣成做你生命中间的救主吗？伊要洗清咱一切罪，伊带来拯救，伊带来改变，伊带来医治，伊带来逃亡。当咱坐伫这所在，你有相信这是上帝作为吗？在路加福音第1章37节讲，因为在伫上帝，无这项代志是做袂到的，无这项代志是做袂到的。对上帝来讲，在伫伊无什么代志做袂到，但是对人来看，咱什么拢袂当做，咱只有领受上帝应允，相信主耶稣基督成做你生命中的救主，伫灵内面相信。领受平安喜乐，领受上帝救恩，咱做伙来同心祈祷。听我的天父上帝，你是恩典的主宰，阮抱着喜乐的心来敬拜你。阮要轻调主你的旨意，尊主最大的性命。虽然阮的中间有真侪人拄着恶担当的代志甲困难的环境。信心软弱，失去了平安欢喜，甚至怀疑上帝存在。我好靠家己，但是主啊，求你信心，搁一摆提醒阮，拍开阮的心门，
无搁相比伤心，停留伫埋怨懊恼的中间。恳求信心，搁一摆大力开力，掌握阮的性命，互阮会当活出主耶稣的香味，尊主做大，互主来使用，会当宣告讲：主啊，我伫遮找肯我，伫我内面有平安喜乐来回应你的呼召，因为你已经来到这世间，完成拯救的计划，牺牲家己，成上帝天父的旨意。主，阮当心祈祷伫你面前，乃是奉靠主耶稣圣主名求，阿门。